聖經記着說，聖經記着說，我憑着所賜我的恩，對你們個人說，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要照住神所分給個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，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。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，互相聯絡做肢體，也是如此。我憑主所賜我的恩，對你們各人說，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，要照住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，肢體也不都是一樣的用處。我們這許多人在基督裡成為一身，互相聯絡作肢體，也是如此。羅馬書12章3到5節。羅馬書12章3到5節。